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4。以赛亞書30章20節安尼講：雖然主用艱難做飯，用困苦做水予恁，毋過恁的老師袂閣美起來。恁的親目看到恁的老師，三角來祈禱，要佇艱難甲困苦中做阮的老師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實的上帝，你永遠無放棄阮，主啊，你是疼痛的天父，你永遠要扶持阮，主啊，求你用你慈愛的手安慰阮，扶持阮，互阮的心有平安，互阮的靈有盼望。主啊，願阮佇困境中經歷你的信實甲穩定。主啊，佇阮面對艱難甲困苦的時，阮的心中充滿不安甲軟弱。主啊，求你毋通對阮暗面點點無出聲。主啊，雖然你用艱難做飯，用困苦做水予阮，毋過你做阮的老師，袂閣美起來。阮要親目看見你做阮的老師來引帶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